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4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雄雄天气清关温，这高雄的电力设备出问题，搁再失电。另外，伫台北落大雨路边角，甚至有树仔倒来去跌着车。过来，今仔日有45678本土病例，死亡个案内面有一个12岁查甫囡仔，伫学校昏倒送病，医救无回来，死后检出确诊。国造用永鹰教练机呢，头一届安装飞弹试射成功拍着目标，这代表讲这战争发生，永鹰教练机也是会当投入战术。讲到国内今仔日是增加45678本土病例，中重症患者372个，死亡个案152人。这内面呢有一个12岁的查甫囡仔伫咧学校昏去，送到病院进前已经无喘气、无心跳，过身了后检出伊来确诊。另外，即马有风声讲，这汉药清冠1号对7月初1开始咧13岁到64岁的确诊者，若准备使用，就爱家己去负担这费用。指挥中心表示讲，目前这个决期是还未来定案。传染团队召开防疫记者会，6月12检测阳性确诊了后，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下晡正式回归。该有的症状都有，但是症状普遍都属于中等到轻微。着咧指挥官回归记者会同时，国内新冠病例数搁再减少，历时新增加45678例本土案例，比前一天稍微较少一点啊。另外有152例个案死亡，其中上届细汉的死亡个案是一个只有12岁查甫囡仔，有先天性肌肉系统的疾病。大家2月早起头壳痛，医院去学校读册，验过中毒结了后，面色变青白、喘气真喘这症状，半点钟了后，伫学校昏迷送病院，不过到病院进前已经无生命征象。需要检验确诊。整个病程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说有跟这个急性感染口鼻相关的这些症状，也没有跟这个密子烯相像的这些症状，所以目前还很难说研判说确切的死因究竟是不是 COVID-19 直接相关。根据指挥中心统计，到即阵，国内超过350万人患着。2020年到即阵，总计5954例本土死亡病例，有外界17期。台湾登记照护机构新冠死亡率是全年龄层的15倍，另外登记照护机构自民的死亡率偏高。机构的死亡个案那个58%都是在80岁以上的这个长者所以事实上是不太适合用全年龄层的这个比例来比，尤其我们的全年龄层的染疫人口，事实上可以看到都是集中在这个20到50多岁这个年龄层最多另外，国内研发的清冠1号中药对着缓解新冠肺炎的症状有帮助，确诊者会使公费来领取清冠1号。不过，即阵可以传出7月初开始，13到64岁新冠肺炎确诊者会改做自费，市价每一盒大约是1500块到2700左右。中医师公会全年会就呼吁卖限缩公费对象。只是单纯的用年龄去做一个区分，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相对是比较不恰当的。必须得纳入高风险因子。对此，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即阵拢伫讨论中，也未定案。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中的疫苗注射站，讲到这2天啊，就117000人去注。市政府强调，讲有老大人排队排到昏去，这是一个假消息。不过，由里长跳出来讲，确确实实这老大人伫炎天赤日头排队是排到昏去。市长罗秀燕今仔日就出面来回释咧。另外，避免民众3钱去注疫苗，指挥中心宣布，这疫苗注射时间甲奖励这部分呢，拢会当延长到7月底。台中市自2、3这2天设疫苗注射站，真侪地方民代甲里长拢反映出人排真侪情形，甚至有老大人先抓挡袂牢昏倒。不过市府副发言人2、3疫情记者会顶悬说表示，无收到身体无爽快送医的报函，是误传的假消息。不过基层里长出面证实，确实有这代志。有一个阿妈倒下去了。也是扣了一声倒下去，我倒下去当时我不在了，但是就在旁边而已，我就赶快过来，怎么是我的李明？然后就等救护车来，就送上车，就这样。因为注射站相关证据已经烧3天，市府即马限制公别插的风波。市长罗秀燕是第2回接受质询时回释咧，表示是新闻局无唔对起。不会说没有人昏倒，所以那是错误，那是假消息，那是新闻局发错了，弄错了。的确是在打的过程中有人不舒服，那你
然后每一次每一圈打下那为什么你所以市政府说人家是假消息？新闻发错了，我们要表示抱歉。因为65岁以上老大人伫大一头卡住疫苗中，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各地方政府鼓励做疫苗提供500块以下卫购品，甲每一个人2支快筛试剂措施延长到7月底。延长时间是希望这2天大家不用说一定这样抢，然后不过还是要尽快打，不要到7月31就慢慢来。家己是发现有一个68岁查甫人做完莫德纳第4剂疫苗了后死亡状况。那是不是跟疫苗有相关？我想这个我们都会协助家属来做一个审议。嘉义县府表示，目前全县第4期疫苗做的人数是14026人，这是第一摆有人通报，因为家属对查甫人的死因有问题，检察官会解判查明死因。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日的天气，有影是热翕翕，伫上北、花莲、台东，也有台南以南呢，拢出现柑仔色的灯火。不过，活斗的时阵，高雄新兴区金田路附近煞伫咧停电，大约有600多户受到影响。初步检判是这配电场到配电室这之间的电线出问题。经过抢修了后，下晡2点半左右有恢复送电。另外，下晡伫台北这个所在也当咧落大雨，落真大，甚至佫有出现落冰甲情形。有这个树啊倒去缀着车，甚至有的所在也传出小可淹水的情形。充电型手摕到的电风，也有开线，沿降温的物件拢提出一风，因为停电超过1点钟了。大楼还是一半有电，一半没电，这表示应该目前还是那个，台电那边的问题。停电到底是要轮流停电还是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啦，也有所预备啦。对，那要不然突然之间全部都荡在这里，不知道怎么办。这栋办公大楼伫个高雄市新兴区金田路，邻近的南海街民生1路这路段，也有真侪户停电，也有车停伫停车场。因为停电，闸人无度升起来，只好转往过路人经过这个真围路。也有火锅店，食饭时间无冷气，只有先甲铁门扭一半起来，先休困。14时24分全数复电。经查事故原因为配电厂至配电室间电缆故障。台电高雄区处检判是配电场甲配电室中间的电缆故障造成，影响户数大约631户，已经在下晡2点半左右全部复电。不过电缆为安怎故障也会查。高温真大，新北市、花莲、台东、台南以南拢是到柑仔色的灯火，也因为热力的作用，台北午后落大雨。台东区中原西路西宁北路边有各种边的树仔倒去，甲2台经过车甲交通护士甲底歹去。台北气象站也在下晡1点40分到55分左右观测到路边角也有9级强阵风，本山区也一度出现路面积水，到在半点钟内底就消退。西半部地区各地的山区呢，都有可能出现大雷雨。那礼拜天的天气也是类似，那有机会比礼拜六稍微来得缓和一些。气象局表示，台湾处在太平洋高压边缘，开始出现午后雷阵雨，拜六天气剧烈变化感受会更加明显。气温的部分，拜五上悬温36.8度，出现伫屏东；拜六悬温小可下降。不过台北本地也有中南部、华东唱国也是有机会出现36度的悬温。提醒民众，拜六礼拜2天早起日头真大，下晡爱注意午后雷阵雨，会记早雨满雨伞。记者综合报道。热天已经到啊，民众拍拼开冷气，不过讲到这7月电钱敢会起价咧？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讲，最近这发电成本大大增加，真侪国家的电钱拢有调悬，要若这调整是要起偌济咧？伊是敢若强调讲，这部分会交予电价审计会来做审计。要若针对着电子企业若准来起价咧 ，IBM 台湾分公司表示，讲因 IBM 用电量是用真低，若准这电池起3%到8%，也是会当控制。国际笔记型大厂 IBM 台湾分公司总经理吴建宏讲，大通货膨胀时代来临，电价起价是预料中的代志。强调 IBM 多年前已经导入节能的做法，电价起价冲击无大，并且强调台湾电费低，若国际燃料继续起价，台电就应该反映成本。反映成本是必然的啊，因为每年现在台电的亏损也蛮大的，长期下去对大家也都是一个负担，因为也都是全民在纳税缴的钱，毕竟我们跟很多国家比起来的电费真的是相对便宜。也有部分本土企业反对，甚至讲要出走来抵制，因为听讲即摆起价敢若锁定用电的大户，而且起户可能一个月有到8%到10%。
严格甲世界各国电价比较，台湾电价其实偏低。根据2020年全球电价评比，台湾主体用电每度是2.5596块，全球排第4。工业用电每度2.4461块。所以讲，有学者认为，工业用电的大户应该首先来起这个电价。要优先涨，能够耐得住上涨压力的这些用电大户。电的成本占他们的比重其实不高，那你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天然气、油、煤炭都大大的涨价，公司营运成本、民生生活必须做最妥适的考量。通货膨胀严重，一件起电价推升不价，要不若是无起价，台电了钱会继续来扩大。下礼拜1、2、7电价起偌济，到底影响偌济用户？产官学界意见交换，会找出折中的办法。记者综合报道。7月这电钱要调整进程呢，台电有先召开股东会，讲今年4月到单已经了，讲今年4月呢已经了853亿咯。这电钱敢会来起呢？台电的代理董事长詹文生也表示讲，伊是无权利来决定这电价，不过伊会继续做落去，也希望讲这了钱呢唔通愈了愈济。另外，消基会也强调讲，因为这物价压力变大，无应该来调悬这民生用电的价格。连续亏损长达20年，创史上纪录。20年在股东会没有一个董事长站起来说抱歉。台电当年了钱，互小股东吃惠大，一直扣息。台电代理董事长詹文生、总经理王耀庭两个人表情是歹势佮无奈。不过这几年台电了钱，唔是经营无好，强调是燃料价小大起是主要原因。燃料价格的上涨造成我们台电有很大的亏损。台电公布自控制年财报，去年营收6368亿，税后净利214亿，扣除了钱642亿了后，原本了钱降做418亿。不过今年国际燃料成本大起，一到4月了469亿，扣除相关盈余34亿，台电已经了853亿。希望反映国际现实的状况，让台电接下来的一些财务发展能够健全永续。对电价是毋是应该起价？台电代理董事长詹文生真低调，敢若强调影响的变数真多。来看这几年电价调整绩效变化，2015年电价公式上落了后，每度电落伫2.852块，隔年2016年目调降电价汇率每度是2.5488块，一直到2018年才过起每度电2.6253块，了后电价都无起。如今台电依照燃料成本来计算，若要比平了钱，恐惊要起2成以上，每度电恐惊要起到3.1608块才有够。为了国民纳税人所得呢，来贴补工业部门劫贫济富的一种电价政策，不要调整民生用电的价格。电价起价压力大，詹文生表示，目前燃气成本上贵，每度电2.8块，但佮加上人事设备成本，每度已经超过3块。即马天气愈来愈热，发电量愈大，台电经营压力也真大。记者综合报道。汉翔公司所生产的永鹰高教机，今仔日早起呢，头一届进行这安装训练飞弹演练、试射飞弹练习，准确有拍到目标。学者也分析讲，这永鹰高教机伫咧战争的时阵，也是会当提供协助来进行导防卫。这个汉翔公司呢，也暗算讲，在今年会搁再交回备台。挂载500磅水泥弹升空，永鹰高教机24头一遍进行挂载训练弹演练，培养台中外海进行测试，传出好消息，精准击到目标。挂载水泥弹主要是模拟实弹的外形甲重量，模拟实弹射击是毋是会当击到目标？学者指出，这个验证永鹰有转换能力，战时阶段会当执行第2线任务，攻击强军登陆的军团。它平时可以当作训练用。但是，一旦战时呢，这些训练用飞机也可以加入这个海空作战，或者是对地攻击的这个作战任务。永鹰高教机未来要接替 AT3高教机 F5部分机的训练任务，一机两用，互飞官培训简化成3阶段2机种。汉翔公司预定今年到8台，2026年会完成全部66台高机。国军对永鹰有真悬的需求，永鹰甲国军3大主力战机拢是电脑操控界面，会当大大缩短训练时间，不过我咱袂使伤着急。它也可以让飞行员在训练的阶段就熟悉
跟现役战机相同的操纵系统，而且以后飞它的飞行员大多数都是不成熟的学官，或者是还不够成熟的飞行员，所以虽然它有迫切的需求，我们对高价机有迫切的需求，但是我觉得相关的测试计划还是必须要按部就班，不能够操之过急。若是共机这礼拜2遍大规模扰台，中国最近搁加强东亚军事活动，派真侪只军舰驶日本，包括通过台湾东部海峡、中国海峡。学者分析，中国无意伫东海甲台海爆发战事，进行战场经营，影响日本，也释放有可能军事同盟的意思。经过美国的意思正重。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禁止台湾的石斑进口了后呢，日本大声表达因有兴趣。日本的养殖业者也派代表来到屏东的养殖场拜访，希望讲会当先进这1-2吨的石斑，当去日本的市场试验者。另外，当咧台湾访问的立陶宛农业部访问团也讲这石斑真好食。目前也当咧评估讲这冷冻的石斑伫立陶宛敢有销路。对日本市场比较有利。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请会长给我们一个指示？甲日本上大养殖业者林信平实行通话，中国禁止台湾石斑进口，屏东的产量占全国5成。馆长偏明安积极伫杀外销，日本就大声表明挺民主的鱼。林信平也派代表去看屏东养殖甲加工厂，表达希望会当赶紧进口2至3吨第一批石斑去日本来做测试。今そのことに関してはどういうのがいいかいろいろ聞いております。石斑有可能伫往来了后，伫日本拍开市场。台湾贸易中心东京事务所所长董延宪表示，已经有2间业者有兴趣，最近可能举行线顶协谈。台湾业者表示，要接到日本厂商询问石斑冷冻鱼片。不管是他们的超市的通路，或者是他们的餐厅通路，对他们来说，它的应用性跟变化性是最高的。对，所以他们目前有来咨询的部分都是以龙虎斑的肉排为主。因为活鱼出口有路途的限制，台湾水产的冷冻技术真好，其他国家接受度会较悬。当地台湾的立陶宛农业部访问团也特别试食石斑，感觉真好食，也评估快速冷冻的石斑伫当地应该有市场。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Taiwan comply with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so they would definitely find a place on the consumer's table in Lithuania as well. 立陶宛对台湾农产有信心，因为立陶宛甲台湾拢面临中国经济威胁，使得出口受到阻碍。立陶宛农业部处长认为，这个时阵加强甲台湾的贸易、甲民主国家市场的关系，做伙对抗威权国家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台北的大巨蛋，伫咧市长关不得落任进前是无多完工。远雄本地是按算讲，今年6月就当摕到使用执照，10月开始试营运。不过，照目前这第4届建造变更的进度来看，是还未通过。远雄表示讲，因为消防排烟的审查，这内政部还未改审通过，10月确定是无多来试营运咯。关本地也批评中央讲，中央一直咧该接对。台北大巨蛋试营运时间是遥遥无期，远雄分别伫去年4月、6月向中央提出防火必然成零，严控模具审查，到即马结果还未出来。台北市府承认10月试营运确实会跳票，建造变更设计完成了后，有过爱过半个月工期，要求远雄爱伫年底进前摕到使用执照为目标。第4次的建造变更，目前在性能评定的部分，那因为评定书还没有发下来。那他这个审查单位会希望跟这个消防审查所谓的烟控能够一起来进行审查，所以目前就卡在这个所谓的内政部10月试营运这部分可能没有办法达成。到市长郭文泰是将炮口对准中央，因为去年4月远雄向中央提出防火必然成零审查，到即马拢无回函。市府爱伫内政部回函了后，才让远雄建造变更，远雄才能做出来去的工程，完工了后才能摕到使用执照。去年4月到现在，我也不晓得他为什么防火必然审查要审这么久嘛。那其实这样的哦，也不要为了对付柯文哲，你知道哦。大湾北段呐、大巨蛋呐、社子岛每样都卡，我觉得是这样的哦。政党的利不要超过国家的利，这是不应该的。郭文泰强调，台北市府对大巨蛋的态度未放水，也未刁难，一切依法行政，爱安怎做就安怎做。
记者综合报道。所有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阿富汗日前发生大地震，这灾情是真严重。根据官方到23的统计，上报有上千人死亡，3000栋真家厝受到损害。塔利班政府向国际讨救兵了后，这巴基斯坦非政府组织已经开始把这物资也个医疗用品送到位。伊朗、德国也开始协助，不过这有一寡砖头呢是死伤真严重，正需要卡手来协助一寡死者的信用数。伫一片路苍苍家园边啊，搭临时布棚，将伫地震当中生存落来薄膜区百姓爱设法活落去。囡仔食冷气便当，大人是伫土石堆当中变出面少皮这营养物件。面对亲人，毋是死就是伤。80岁老阿嬷讲，毋知要如何面对。根据阿富汗官方统计，到23为止，至少3000栋的厝损害，受伤1500人，死亡是提悬到1000人，包含真济囡仔。受灾上严重的帕克蒂卡省未少村头死伤惨重，阿卡巴川甚至找其他所在人手来斗相共乌蒙地。ورګونو ولسوالۍ ته مونږ ټول ولسوالۍ ته خبر ورکړ هغې ځای نه مونږ ته خلک ډېر زیات خلک راغلل。即摆受灾村头真偏远，通讯无方便，对外交通只有头路。去上近的大都市爱开车3点钟。阿富汗红新月会紧急为首都喀布尔送30栋食米进入灾区，另外也佫有探纳医疗物资。دا خو ډېر کم دي دا خو هغه اولي کومکونه هم نه دي دا خو بیخي که موږ نه نور خارجي مؤسساتو نه دا هیله کوو چې موږ سره隔壁讲，巴基斯坦也透过非政府组织找来大型卡车，陆续将布棚、面罩被、豆仔这物件装上车。伊朗、德国也伸出援手，联合国难民署23先送4000人份的生活甲医疗物资，因为交通无方便，未少物资是透过直升机运到位。台湾是决定捐100万美金。另外，评估交通困难甲灾情性质，台湾暂时无要派搜救队，先以救济灾民为主。记者综合报道。后面半年进行一届民调，这上届新的结果出来，大约有2/3的民众感觉讲，正做后面会员国的国民是一件好代志。不过，也有60%的民众表示讲，也未准备好势要来面对万项代志拢会起价这款情形。不过，伫东欧也有一寡国家的民众认为讲，卖互问题一直起价，那做有必要牺牲民主也是有价值的。包括德国等欧盟会员上届主要的天然气来源的俄罗斯，这个月中决定减少透过北溪1号管线的供应量60%。德国经济部宣告全国进入天然气危机，启动第二阶段的应变措施。基隆时报的报道是讲，若做状况持续恶化，必须政府进入第3阶段。这代表天然气的供应必须要实施配给。受到供应持续降低影响，天然气机会继续持续走悬。这代表各项民生物资一定会愈来愈贵。根据欧盟执委会半年一届的会员国民意调查，40%民众认为战争所引起的能源危机已经冲击到个人的生活。我近60%民众表示，欧盟也未准备好面对能源甲食物继续起价的问题。不过，俄乌战争颠倒是提升欧盟会员民众的团结。差不多2/3的受访者认为，成为欧盟会员国的国民是一件好代志，这也创下2007年以来最高纪录。同时，欧盟整体伫会员国国民心中的形象也持续提升。不过，同款是意大利人，当年住伫罗马居民经历过第一线，面对2015年真侪非法的移民，也甲更较早进前的金融危机，互人列入欧低国家，因是安尼看待欧盟的。L'Unione Europea non ha fatto nulla, cioè sta soltanto fornendo armi. Però di conseguenza che cosa sta facendo? Concretamente nulla. Quindi se dovessi usare una parola per descrivere l'Unione Europea. 伫德国20多年，这代少年的意大利人早就把家己当作是欧盟老大的成员。Ich sehe mich als Europäer, ich sage das sogar sehr, sehr gerne. Wenn ich zum Beispiel in Asien unterwegs bin oder woanders, sage ich immer, ich bin Europäer. Ich sage gar nicht Deutsch, Italienisch, gar nicht, sondern Europäer direkt, weil das meinen Werten entspricht. 同款面对俄乌战争，到
到底是应该无少代价守护民主价值对抗俄罗斯，也是爱基于控制物价、维持民生稳定，甲俄罗斯达成某一种协议？无共国家中间也是差真济。几个东欧小国情况进前对俄罗斯立场问题，引起瑞国倒去的保加利亚、也个罗马尼亚以及匈牙利这国家，超过60%至70%的民众主张会当为着控制物价，牺牲一寡民主自由。不过，北约上在成员国的传统西欧国家，超过60%民众认为民主自由比食饭行烧更加重要。最近直接面临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芬兰甲瑞典，这个比例超过80%。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来看到美国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3裁定，人民有权利伫咧公共场所炸枪自我防卫。美国总统拜登表示真失望，认为这个裁定是违背常识，会造成所有人的困扰。也因为讲伫咧纽约、加州一寡所在咧有限制人民伫咧公共场所来是袂当炸枪的。不过大法官以6-3裁定公共场所会当炸枪，恐计会让这枪击暴力问题愈来愈严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23由6个保守派大法官赢3个自由派大法官，裁定纽约州限制民众伫公共场所炸枪械的法规违反美国宪法第2项修正案。美国总统拜登对这件代志表示，这种判决违背常识，对所有人带来困扰。I am disappointed in the Supreme Court gun decision. There is one little bit of solace in the minority making up the majority opinion. Has laid out that it affects not every state, it affects only 40 states, a lot of states it affects. And then I believe that the Supreme Court's decision today defies logic in terms of what we know we are capable of doing with reasonable gun safety laws to secure the safety and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of our nation.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今年已经发生超过250件大规模枪击，平均每天有4个人因为枪击事件受伤还是死亡。这个裁定一个出来，纽约州长形容这是黑暗的一天，加州州长纽森是批评这项决定是正天佑。This is probably the most significant ruling the Supreme Court has made on the Second Amendment, expanding gun rights, and probably the most dangerous. By wrongly issuing this decision and ignoring its public safety implications, the Supreme Court risks converting the Constitution into a suicide pact. 这项裁定会限缩纽约、麻州、加州、华盛顿地区有类似枪械管制法律。这个州有美国人上捌的城市。美联社是讲，一定有1/4的美国人生活会受到扩大有枪权的影响。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咱拢知影讲，这火爱插前，唔通插后，千金是难买回头。英国伦敦的帝国学院的研究人员23就发表一个研究，讲用185个国家的死亡统计数字做样本。这资料显示讲，新冠疫苗上市的头1年，就被防治到2000万人死亡。也讲世界卫生组织伫2021年底，若做会当平均互全世界40%的人注着疫苗，会当再减少60万人死亡。2020年12月7日，英国90岁退休的零售业销售员玛格丽克基南，自辉瑞 BNT 疫苗，伊是全球新冠疫苗注射头一支，每1年内，全球总注射人数超过43亿。伦敦帝国学院医学院的奥利弗华森教授所主导的研究显示，防止将近2000万人死亡。研究人员是以185个国家的死亡统计数字做样本，伊讲疫苗伫印度防止420万人死亡，美国是190万人，巴西100万人，法国63万1000人，英国50万7000人。不过，这个研究将全球总人口排名第1的中国排除在外，理由就是无法度正确掌握疫情对迄个所在死亡人数甲遮尔侪人口的影响。这份发表伫医学期刊《七个尖传染病大规模研究报告》指出，2000万人避免死亡的人当中，有1220万人是属高收入国家，反映全球疫苗分配无平均的情形。死亡人数上侪是非洲甲东地中海地区。列做世界卫生组织 WHO 2021年底，互各国40%的人口有注疫苗，这个目标会当实现，安尼有60万人的死亡原本是会当避免的。And the result of that shows that in low-income countries where those targets were missed by the greatest amount, we estimate that 1 in 5 deaths that occurred
due to COVID-19 in low-income countries would have been prevented if those targets had been reached. 另外一方面，德國生技公司 BNT 伫非洲東部國家盧安達3萬平方公尺塊土地設立疫苗生產廠23棟工，預定18個月後就會當完工營運。這是非洲頭一座生產 mRNA 疫苗工廠，也有其他藥物的生產，對消除非洲大陸醫療無平等的問題有袂少幫助。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勞動部伫今仔日閣再公布上屆新內部身價統計，即期有2912件，2,839人佇咧施行無薪假，是去年11月以來上屆懸的數字。其中旅館餐飲業的人數閣再增加，閣加5500多人出來，也是今年上屆多。雖然講這個無薪假人數一直增加，不過勞動部也預測講，國內旅遊這個補助振興方案7月開始施行，佮加上這個休熱時間到，疫情若穩定，邊境閣再開放落去咧，即個情形就會當豆豆改善啦。為着要減輕民眾稅厝的負擔，今年政府有擴大這租金補貼，用300億要來做，也鼓勵這厝頭家會當轉做公益出租錢，會當有稅金的補貼。不過有厝頭家認為講，若是這厝卡去申請補貼，這厝頭家只有這稅金減少的優待，感覺安尼是做因的袂好。民間團體也認為講，這厝頭家稅厝趁錢的代志若記講咧，會將這個成本增加佇厝卡的厝稅頂頭。內政部增加租金補貼，今年經費為每年57億，一捆頭增加到300億，補貼戶數也增加到50萬戶。那厝卡申請租金補貼通過了後，厝主自動加做公益出租錢，到綜合所得稅每戶每個月1.5萬免稅等3大優惠。房屋稅稅率只要1半，跟自住的一樣。地價稅稅率降為1/5，比照一般的自用住宅稅率。不過有厝主表示，對綜合所得稅率比20%較懸的厝主每戶每個月萬塊免稅是無什麼路用。就算厝卡申請租金補貼，都應該負擔厝主計出來稅金。民團質疑主體基金每年紅至25億，租金補貼政策是毋是穩定維持，也是一個問題。而且厝主可能將這稅金轉予厝卡，變相調高租金來運行。政府說，房客申請租金不需經過房東同意，只要拿一個租賃契約。就其實可以去申請，但是同樣的，房東要漲租也不用經過政府同意，所以其實也不一定房東會對房東有約制的一個效果。台灣目前的租屋市場絕大多數都是黑市，據我們的統計，至少70%到90%是一個沒有繳稅黑市。你給他這些租稅的減免，其實意義並不大，因為他本來就在逃稅，所以他也不需要你的減稅。政府推出誘因，讓厝主出租的厝適用自用自提稅率。按國民團認為，厝主強烈煩惱，讓人對早過去不當利益不願意，讓厝卡申請補貼，或者是甲厝卡拆銷分攤租金補貼，攏會讓政策美意拍折扣。記者綜合報道。人講教囝學習，唔通教囝爬牆，做一個好榜樣。一位老師咧，佇咱人生道路當中，甲咱貼一磚一瓦，互咱的人生會當變甲遐尼勇敢。不過，這位甲你鬥起厝的老師，若甲你的人生毀掉，這是什麼款的情形呢？在宜蘭就一間國中的老師咧，會去互指控違反教師倫理，甚至呢，這個老師閣用言語性騷擾學生。學校的家長會今仔日伫教育團體也閣有立委陪同之下召開記者會，要求政府着愛修法，甲這款的老師無適任的這制度呢，來針對着教評制度做修改。針對着這個指控，學校也強調講，這老師已經停止聘用，目前也正在調查當中。違反教師倫理，不是戀愛。化考後要求政府修法，改變無法度失掉不屬老師的教評會制度，並且愛護被害學生囡仔當事人應該有的救濟權利。因為宜蘭一間國中4地的老師，互人控告2019年開始違反教師倫理，用話性騷擾學生。代師不止違反教師應該謹守的專業倫理，還對多位學生性騷擾。已經調查屬實，至少3個同學曾經聽過老師說像這樣的話語哈，包括就是說我有某某某給我的汽車旅館的 VIP 卡哈，那然後就是要跟同學講這種像具有一種性暗示的語言。
教团体进行了解，也指控专案伫性平会调查，也甲教评会审议阶段，拢有拄到共校的老师干涉调查，甚至有议员甲前官员护航。对这个指控，校方面承认确实有2案是事实，也强调一切公平处理。就是有一个是违反教师专业伦理的部分嘛，哈，那这个是在调查之后，他是认定属实的部分，性骚扰的部分就是言语性骚扰1位，好，这也是认定有属实的一个状况。校方面强调，目前这个老师暂时停聘听候调查，也声明一切依法公平处理。参加会议的立委是建议，即摆教师法应该进行修法。国教署官员是讲，对性平会也是教评会调查单一老师，因为牵涉到真济件案件时阵，爱做全面的调查，才会当查明事实。记者综合报道。人讲烧麦无好喙，烧拍无好手，疼某是大丈夫，拍某是猪狗牛。伫即摆的社会当中，是查甫平悬平大。虽然讲这社会已经伫咧变化，毋过这家庭暴力防治法施行到今已经有24年，还阁真侪案件伫咧发生。根据着卫福部的资料显示，自2021年家庭暴力事件通报就达到15万例，平均有5个人，一个人就捌受到这亲密关系暴力对待。那照这数字就去推算，一年可能要到20万名的女性会受人暴力的对待。现在怎样？下来！无中间因为小事来冤家，是不是可能衍生暴力的行为？相关的事件定定在新闻的出现。根据卫福部调查，平均每5个人就有1个人捌遭受亲密关系暴力的对待。以亲密关系性行率来推估，可能有将近29万名的女性捌遭受暴力的行为。我们的家庭暴力范围很广，还是以亲密关系暴力最严重，好最多量最大。然后再来呢，这个有一块是急起直追，就是我们说的家庭成员。虽然讲男性的施加暴力者相对来讲是占多数，不过最近几年的数字内底也会发现，男性的家庭暴力被害人也伫当年增加。比如前一段时间，美国影星强尼戴普甲前某安伯赫德案件就牵涉家庭暴力的相关议题。I, Johnny Depp, a man, I'm a victim too of domestic violence. I said yes, I am. 有些男性受害者，他因为他觉得丢脸，他是不敢讲的。如果是以亲密关系暴力而言的话，比例上80%或7-8% 是女性，可是实际通报的案件，其实1年大概，如果亲密暴力的话，大概只有一半。妇女团体认为，当拄到家庭暴力事件时，除了需要当事人勇敢求救以外，其他民众介入也真重要。所以讲推动友善的记录人加这个概念，希望有更加多人会使发觉到性别暴力的危险的情形，并且适时来提供协助，和暴力预防加做全民的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坐火车过磅空心情真轻松，代替旧山线活化已经有9年的讨论，即马有初步结果啊！未来会开15亿4年半时间完成后里到3期这站的这个修复。代替表示讲，这路线整修了后，有机会安排观光列车走旧山线来带动观光。高坡的建筑加上越大设计，台中旧山线的太阳旧站虽然已经停开啊，不过也是早期台湾铁道发展的重要记录。要安怎来活化已经讨论真侪年啊，即阵将有方向。台铁局甲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经过会勘，决定要来进行修复的计划。6号隧道延伸到旧泰安站，往北延伸到盛行，延伸到3义，旧泰安延伸到后里。那也要保留这个未来有特色观光列车能够在上面运行的可能性。台铁表示，这段总长15.9公里的路段，第一阶段进行盛兴到泰安段，还佫包含7号磅空甲花鸟拱桥年久失修，工程难度较大。后里到3期段预计要用4年6个月时间来完成路线修复。另外，初期用的模式会沿成苗栗的铁路自行车为主，了也评估是不是行观光列车。对我们旧山线来讲，相对的也是比较好。没有那个经济效益啊！你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收？很难呐。对着旧山线串联，台中甲苗栗地方上拢有期待，不过也烦恼讲疫情的冲击，观光需要真长的时间才发到复苏，无度来符合经济效应。观光学者是表示，串联旧山线以外，嘛要甲主要交通线来连接，安尼才有法度，互台中甲苗栗的观光游客来互通。
我们希望它的终极目标是整个旧山线是不止通到泰安，还通到这个后里站。那这样未来我们全省各地的旅客他都可以搭火车来到后里站，然后就换旧山线的这一个轨道。校长黄正聪表示，除了用较好教育以外，台中甲苗栗嘛要发展出家己的观光独特性，相互发展真侪观光线，整体旧山线才有法度活络。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的宝山乡有一个专门做好炭的炭窑，目前是北台湾唯一保存传统烧炭的所在。对准备材料到烧出来，差不多要开3个月时间。也因为这产量是真有限，烧出来传统好炭，真侪人3钱袂买。来到炭窑附近，就闻到当咧烧炭的味。首先甲准备要烧的柴烤拔好势，再来送入去800瓦度的炭窑内底。一摆烧落去到出窑，就开3个月左右，过程真正辛苦。开始早上5点烧的嘛。哦。你看今天几号啊？今天是第8天，我是满了1天我才画1天。民国70年在现在这个原址有一个窑，然后88年的时候塌掉了，然后93年我又把它盖这个窑，一直烧到现在。为了保持炭窑温度，烧炭的过程无论早暗，就算3更半暝，师傅得爱准时起床加火。3万斤的柴烤烧出来火炭，敢若剩6000斤。有料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啊！哎呀，不然花那么多钱，花那么多精神，让它塌掉也是很可惜呀。会不会有人想要来跟你学？不可能，不可能啦！除非跟我一样秀逗的。即摆用传统炭窑烧火炭愈来愈少。所讲华语的炭掺台语的炭钱的炭，点起来真烧香。伊所烧出来的火炭，嘛确实有真侪人抢要买，希望会当把这项技术传承落去。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故乡的景致不是挂电目前，问观众朋友，你有偌久无登记你的故乡哦？伫咧花莲玉里有一个退休的国中老师，就教一寡少年囡仔来做木工，鼓励这囡仔会当留伫家己的故乡。来打造在地产业，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到花莲玉里，看这老师以理想的故乡是生做什么款的模样。在花莲玉里，因为经济条件较欠缺，为着未来发展，真侪少年人拢出外打拼。敢若像老大人甲囡仔踮伫故乡，历史家庭失灵。王家立原本是高中的老师，20多年来发现靠体制教育要改变囡仔的未来也无够，伊决定提早退休。带较早高中木工班毕业的学生，打造在地产业。其实人活咧，还佫有足侪代志会当做。我想讲安尼来陪伴因，啊，我想讲，这囡仔，我感觉讲因的手吼，因的双手实在是，我感觉足强的安尼，我想讲来教因做物件。改变总算互人看到啊！2019年，花莲林管处开始甲王家立合作，木材提供予在地使用，嘛希望甲人才找倒来，活化地方的产业甲经济。即几个对伫王家立分书边的少年家，做安尼就有机会留伫玉里，替故乡做一寡有意义的代志。木工助理其实也开始会学会看图，去自己实做一些家具。平常老师会跟我们讲说，脾气小一点。耐心多一点。这边的小孩子其实很容易就是因为碰到挫折就放弃，没有旁边的人去给他鼓励的话，他很容易就离开了。让他们开阔视野，知道说其实留在家乡不是不好，要让这个意念留下来。除了当年会伫台北办展览，甲这少年囡仔的心血甲成果，互外界了解以外，王家立嘛甲袂少学校合作办课程。互资源无济囡仔，会当有对工艺兴趣，也有学习的动力。透过创作的过程，帮助因好好行出家己的路。记者吴定武、吴文良，花莲报道。有一寡代志，咱若定定做、拍拼做，无的确也是会当一检自顾。伫云林下仑国小，伫咧捡垃进前，带一群学生囡仔去到海边捡粪扫，甲一寡粪扫捡倒来了后，伫美术课来做创作，也变做是真侪环保的美术作品。
海沙堡满满的废弃物，有塑胶杆啊、鱼网啊等等，翘翘的载甲规车。这个直直压腰、翘本数、热心咧净滩的囡仔，拢是云林县口湖乡下仑国小的学生。有许多垃圾会在海滩上消除这些垃圾，也可以让民众也来的时候也不会太多受伤。很多外国的啊，或者是很多奇怪的东西，我觉得环境保护很重要，不要乱丢垃圾。为着要推动环境教育，培养保护环境的观念，下仑国小拢会带学生囡仔去净滩。即马搁进一步要用这寡海洋废弃物重新再利用做美术课的作品。这个废弃物回去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做一个清理，然后让学生去针对这废弃物的形态去做一个发想，去结合我们学校的一个民俗义政，然后去做一个海废丝头。海洋的环境教育，那当然其中最重要一个就是净滩的活动，捡到的东西那个海废融入我们的艺术课程，透过这样的艺术品，然后他会更喜欢，然后更爱这一片海洋。那互学生有难忘的净滩甲创作的经验，学校也结合当咧推广的狮仔灯，希望用这寡废弃物来制作狮仔头，打造一个特别的纪念品，互环保的观念愈深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市定古迹严锡山故居是前行政院长严锡山甲部属所起的，文化局开3000万，经过18年的修复，最近对外开放。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全部都是石头的，所以它是仿山西的窑洞。捌做过行政院长山西王称号的严锡山，甲部下伫阳明山起的钟灵堂，2004年获台北市政府指定做市定古迹，市府开3000万修整18栋，最近总算完工开放，透过详细展小解老厝主的事迹。最主要的是，因为他在民国38年的12月，带领着当时的行政院和其他的5院一起到台湾，等于把中华民国的政府正式从大陆带到了台湾。历史学者陈立文表示，这阵可能真侪人唔知影严锡山，但是伊伫近代历史其实是真重要的人物。展览内底小解伊对主政山西到前台，落尾温记阳明山的经过。不管是总能洞的格局，或者是总能洞的屋顶，亦或是总能洞的前方的位置，都有个钟字，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钟”这个字代表着他的思想。园区除了钟灵堂，还有当时追随严锡山的部下所住的庄仔厝防空洞。但立文表示，阳明山伫过去是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国迁到台湾的一个重要的据点，希望透过这间厝的保留，让大家更加了解迄段历史。记者林甘木刘凯台北采访报道。伫咧美国佛州进前有掠到一只大母牛，这母牛呢有5公尺长，要到100公斤的一个缅甸蚌。科学家也发现讲，伊身躯顶有上百粒卵，而且进前佫有甲一只鹿仔吞落去，目前有先甲伊安乐死啊。美国佛罗里达州掠缅甸蟒蛇有意外发现，保育团体进行掠到一尾长5公尺、重98公斤的母的缅甸蟒蛇，创下当地纪录。This female is the largest snake captured by mass, by weight, in the state of Florida. 这只蛇母早就袂顶袂动，暗过这么大身体也是真惊人。科学家进前将无线电发射器放伫公蛇身上，来探测母蛇活动、繁殖行为。生态地顶，去年底因追踪福州西部的大榄地，有一尾侦察蛇了后掠到这个大蟒蛇，迄时阵体内还有100多粒卵。We documented 122 eggs in this python. An average clutch of eggs is over around 43. This is a little bit larger, but imagine 122 of these developing inside of this python. 保育人员将安乐死了后做检查，发现伊在生的时阵最后一顿应该是食白尾鹿。缅甸蟒蛇1970年代被引入福州了后，生态是真紧，因为因伫福州用要无天敌，对当地生态造成严重危害。保育团队自2013年开始执行清除蟒蛇计划，特别是母蛇来减少因的繁殖。目前为止，干那伫福州西南部都已经清除1000多尾。公司新闻7万2编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
吉兰到新竹对25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5度到31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